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姑劉孝明。恭喜我哋屏東雖然喺台灣呢算是南半部吼，但是喺台灣嘅開拓史地位，屏東算是我哋台灣地位改造路開發嘅地方。等對我哋台南開發以後，我哋嘅移民都慢慢地對南部當開始開發。以前我哋常常到講，屏東平原地位我哋大部分如果講綠隊，但是今日我哋有倡導嘅葉先生也同人講，對於啲太族群嘅角度來講嘅話，我哋一樣可以看對我哋嘅屏東平原嘅開發。嗰種我哋葉先生睇可以啲課程到2024年屏東山海上同恆春半島一種特色文化體驗。我哋今日有倡導而來到我哋現場。都同人分享講，都係課程地位輕樣講，我哋馬上我哋今日來賓，我哋葉正陽先生，葉先生嚟到現場，先生好。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綠隊嘅組隊嘅新隊長。我哋呢葉先生嘛，算是我哋福起來嘅老朋友，以前一路睇我哋呢節目地位一路分享講，幾多我哋學長嘅一些大細細嘅事情。但是我想問一下，因為日本推出的一啲2024年屏東山海上，還有恆春半島嘅特色人文嘅體驗發通，當初我想愛去辦安尼嘅課程。也從去漸累積起來啦。啊，早期我1005年。如開始有啲沙期太好吼，辦安尼解說人員嘅培訓嘅課程，當時一下哋辦太過，有鎖定咧睇安尼嘅綠隊體系。後來研究嘅時候發現講，讓將帶呢啲族群嘅文化吼來做後續安尼嘅文化體驗吼，啊邊。安尼走到產業端來操作吼，發現我還係有相當嘅市場嘅安尼嘅接受度吼，唔麻煩，有時會感覺撐不起一片天啊。故所我就想要開發安尼嘅面向吼，來培養安尼嘅導覽解說人員吼，有安尼嘅素養啊。中亞版你即係文化體驗嘅一啲課程地位吼，具體譬如講，唔分係山海，還有上。還有佢啲咩把恆春半島全部綁出來。嗰陣睇前面嘅節目地位，我請下哋葉先生慢慢地同人講，當初嘅課程嘅地位，總係涉及到有海、有山，還有我哋嘅山，還有我哋嘅恆春半島。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先生嘅課程嘅設計地位，佢貼喺都開始對東港，還有舊東港，還有新東港。總係想講愛對東港啦、新人啦地方開始講，然後同時馬講到舊東港。也吼，都講到我哋清朝時代吼，康熙23年，清朝同我哋台灣當作也納入也版圖，版圖後開始吼，都歡迎移民來啊，包括屏東平原，但是清朝時代對於你嘅同台灣納入也版圖，其實以前有啲歷史哈。以前康熙爺啊，康熙22年吼，施琅同鄭成功嘅孫子政克上打敗後，其實伊唔想要同台灣納入，因為台灣安西吼，要投花嗰度嘅安尼管理嘅經費啊度吼，因為唔會好。但是施琅有應該提出安尼，唔係假使。冇同台灣納入嘅版圖啊，要幾多台灣嘅安尼軍事國防嘅安尼地位吼，就安尼位置吼，佢相當重要吼。簽伊清朝朝廷安尼開會，他跟伊討論後接受也施琅嘅建議，但是接受也施琅建議，伊統治台灣，伊嘅基本嘅想法唔係要管理，係要防台啊。防止國家隊嘅反清復明嘅勢力。當初清朝統治台灣，咱開始嘅時間，包括鳳山縣令，伊嘅判空地點，如果唔係來到鳳山縣哦，如果留喺體內啊，留喺台南婦產業吼做行管吼，故所也都反映到當時清朝對台灣治理官方嘅態度，尤其係廣東潮惠地區
山岛啊，平阳烧吼，田烧吼，故说又想要让我全新的新天地吼，安尼诶人民咧要求生存啊，啊个福建也系啊，也系有安尼天然条件不适合，哦啊所以说有时呢安尼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嗰度除了所谓合法对渡过来，咱个吼历史的文献里头也写清楚，没用私渡的属于私渡过来的，啊私渡过来呢都文献上嘅研究，多带俺哋屏东入边吼，引用嘅私渡入来，聽我哋看到嘅黃淑金嘅台海史查錄啊，有寫到對啊呢放索港啦，有林邊嘅放索港，啊個有加藤港，如去大鵬灣吼，亦都吼可以通小船吼、舢板船吼，進入。故說個東江海一度，當然清朝伊最早嘅時節，伊喺呢度防止呀呢偷渡吼，伊喺啊咱嘅屏東新園一件新園上咧很多鹽埔仔啊，一片咧設一個很多東江啊 ，QT 名東江，有下淡水巡檢師作為呢防止偷渡客也要塞哈，也設一個下淡水巡檢師的官署的啊，但是哈，呢片的地理環境哈，包括呀東江海，還有高屏海哈，如 Q 名很多哈淡水海，哈淡水海也所有的水都也Q 東江路也鹽埔仔哈，都也出海，吼一條啊個。整個屏東平原的水嘛，係匯流也帶出去，唔係對東港西嘅邊支流匯流到東港西，啊無如中央山脈水對高屏溪安尼落來，所以一片的地勢個低洼。嗰時候清朝時以前如講你下淡水地區吼水土二毒啊，吼天陰多天新陰，也下淡水巡檢師並。攏係主語咧是人咧，天然命嘅溫度好啦吼，還有高樓係以有去如講不卡有不下人有用嘅吼，啊回去處理吼，都無做準來，唔是做準來。第6年、7年、8年、第9年也係主語的，第10年很多命嘅很多風季啊，像你二馬風啦吼，你命嘅溫度好。逢凶化吉哦，一路真是高樓很香，但是哦，你看安尼天一多第10年陽亮嘅春和啊，白的如注意人，好啊個第11年嚇都嚇跑了，把嘢下淡水巡檢師前的當然的屏東第4個國嘅安尼赤山岩地區哈啊，如空氣53年的哈，前多一片地。好，譬如說講一片嘅地勢環境，好，偏低洼，好啊，以前但是也都偷渡客，好，不管漢人，好，不管河洛人、漢人，嗰道路對也接，好，日來，也黃淑金嘅海史查錄也有記載，好啊，你是情形啊，你都想講，你祖先係咪以前，喺啲啊台南埔上日來後對女路。都經過一下淡水河過來屏東平原嘅，人哋都有安尼嘅疑惑啦吼。我上去看嚟了解看先啦，人哋族譜地度嘅吼，到底係讓伊寫吼。啊，所以說第屏東平原山海上也上路講人哋平原啦，靠海嘅還有靠山嘅，還有個平原也地方啊，族群嘅分布。吼，啊個留下物嘅文化，啊從歷史地度嘅吼，我哋睇咧，攞來探討講，佢開啟屏東平原嘅鑰匙，我哋都對啊，東江吼，日來地度有舊東港，還有興彩嘅東江，啊，但是也地度嘅有除了歷史嘅呢探討以外，吼，還有文化，也文化。
做嘛也要动工，要山神呀呢，留下来呀呢，仰望迎王的平安祭典。唔错吼，因为其实安尼讲起来吼，以前啊啲，譬如讲啲托个仰望嘅伊啲文献咧是有啲会上班，我真係都开始因为欣赏嘅伊啲说明啊，真係了解。嗰時候看到研究都發現到講啊，以前我認為講啊，啲開拓地步路大部分路對我哋台南或者上岸，但是對嗰度文獻地步發現到講，唔單止喺林邊啦、喺東港啦，係其他地方，路可能會有上岸嘅基地。休息下，我看到節目，我哋咪嗰度嗰精彩內容。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來自綠隊組隊前輩嘅葉振勇葉先生來到我現場，同你分享講我哋客家先民，冇得講到台灣嘅先民，當初唔單止係對台南，到我哋咧台灣嘅本島，其實可能喺其他地方冇會上岸。我早想問一下，好，咁從幾時節，因為我哋要渡台三進嘛，嚇，嗰時我哋籌費嘅人民都唔可以來啊，咁我哋客家先民，咪喺安尼慢慢行入來嚇。咱的早期吼，因為渡台三進，施琅已禁令都，但是喺康熙35年，施琅過世後，廿年禁令吼，都鬆弛冇飛機，那鬆弛冇人去幹的吼，冇人去幹的時節吼，我哋嗰度客家先民吼，伊都用單身的方式來台，也單身的方式吼，當然我有台灣那邊養殖的所謂的梯主啦，啊，那個開拓者哈，接業到佃農啊，安尼客家先民最早都先佃農的身份先入來啊，屏東平原吼，啊，睇佢都春天來也耕種，秋天樹上就賣穀，都轉去廣東哈，養山家庭。啊，天一年春天又殺過來，安尼來去吼。但是安尼個時間，啲本好多人講嘅客家人吼，迄個種地用功啊，甚至於講嘅各省流域啦，吼，各省流域都講每省你都好嘅吼。安尼個情形一直到康熙58年，闽浙總督覺羅滿寶吼，開始加強管制呀，你陸境海境，所謂管制啊海境，伊個盤會都甲個保衛，哦，甲個保衛，啊，過來到康熙60年朱一貴事件後，吼，朱一貴事件後，哦，也海境又更加嚴格了喲。那你以前之前也呢適度了呀，吼，個盤會啊，吼，可能船票的費用比啊你個盤費吼加起來，因為春來耕作秋還可以應付吼，像也費用喺那高起來時都花唔來咧，開始轉做用我哋客家嘅喪費公喪吼，家族制度嘅公喪來投資咯，哦，也替咧我哋慢慢總得從公喪。喺康熙58年以下都成立，吼，佢成立安尼喪費，因為喪費類也太武山下屏東平原也開發咯，都多，安尼客家人入墾嘅地方吼，啲綠隊早期嘅，攏喺啲太武山下也湧泉帶啊，要冒湧泉咧，很幾適合安尼種水稻，用對啲種水稻。哦，用加速的方式、公上的方式來開墾，伊力量都比單身個冇強，甚至於個問題呢，已經落地生根嘅概念要出來，唔係講係春來秋還嘅，都會提下投資，包括我哋行業講嘅開闢作準，吼，一條內通吼，水準嘅內通要chan要開起來，開起來後，漸漸變咗一個水田化運動，當時啊，水田化運動。呀，水田化運動，伊個背景地都有咧很幾重要，如果
迄当时他们都康熙末年、雍正到乾隆年间都华南地区啊，福建华南地区长期缺米，无安尼缺米啊，拄好安尼喺台湾屏东平阳也神山的安尼水稻除了自给自足之外，还可以变做一个商品，都安尼就会变啊卖到华南地区，安尼，所以安尼摕安尼吞没，昨天有咧挑米踢米的一个河港啦，也你提名有出来嘿，也如，但是最重要讲，赶紧提渐渐建立一个商会，有咧国富裕的呢客家社会，你发现各度嘅商会度的伊个家族谱啦，甚至伊个族谱按有伊个遗言书要交代讲，也商会嘅安尼个树叶一部分的田要供应来本家畜生意特殊的输田之业，特殊的钱咧。百姓上的速修费用透过商会一部分基金来供应。那当然，你早期商会最重要的目的都除了扩大家业可以照顾这家族亲漂工本这家族亲无田无地可以更容易生存也商会一下的呢早期的呢加持啦另外同埋讲输田之业也同安尼乐队的客家社会带动迄个文教的风气相当的来讲以前凤山县凤山县郝罗滨行业所有的科举考试清朝时代凤山县4个进士伫对3个摕乐队体系的相当当然举人越多的你会发现讲因为科举时代，什么行业的举人同样的进士名额相对的比其他的足球各有安尼的历史。对文献里边，你发现到商会把业的统整以后，其实係幾平凡的去分批到無窮樣嘅，人講強種人，好像有啲係淡定過來嘅，好，好似有啲商會嘅時間，有田可以做，有水可以做，有人嘛可以去保護伊，好，嗰時同時，嗰時等於講，伊啲商會嘅力量唔單止係睇開墾嘅初期嘅時間，吼。發現你的櫃台的一個功能，同時後來的後買嘅的像先生講嘅呀，因為蘇田真是都本來的南部六隊的行業，一條無窮樣的命，叫做算是民族發展的路啦。好，其實我都以為講，像有啲人都發展商業吧，但是我哋六隊都想到講，特殊耕田。一件事情，所以我哋民族發展咗2條路，希望都點點特殊，希望都點點去耕田。好，尤其係特殊一件事情，其實對於個時間我哋呢，算是做田的民族來講嘅話，算是一個幾好嘅選擇啦。好，因為你作為你透過書以後，你都可以去做官，你做官有時可能攰到自家嘅鼓勵，好去掌管自家嘅事情。咁個時間我因為講，睇到我哋六隊嘅一啲社會地方，因為階層係咪已經幾清楚嘅呀？有安尼嘅文獻可以看得到。有做讀安尼過去六隊留下來嘅相關的文獻啦，像個比賽來講啦，有些留個比賽他們主持人講，到底以前清朝時代啊，你嘅社會結構、社會嘅結構我記得你啦，以家棟嘅上門啊、城門啊、側門啊，行人講側門咧，伊嘅最早係嘉慶15年以下起嘅，到道光30年嘅時有重修嘅呢側門，重修側門留咧道光30年碑記，你睇喺碑記底度發現到伊嘅社會結構捐款嘅人有一般嘅青年人，也有個羅開人，我哋家棟羅伯羅開人，伊個單獨個人捐有呢有買爽家族組織嘛爽。也都用家族組織的名義來捐錢過來呢有村莊的神明會也你蒙牙灰啦，用試點慢慢的試點，早期都用試點的方式，慢慢試點，也你蒙牙灰還是
白宫飞吼，也就健全的呀吼，也都，咱来讲上海有咧学，讲穷乡的，那有咧哎呀，别人伊咧村庄里头无穷乡的，以外有咧组织，哦，你讲是免费的组织的，过来呢，你发现讲，哎，伊除了安尼还有跨庄性组织啊，有看到发现讲，俺哋组队吼有南面13种喺组队，哎有13种播种费4点，13种泥土费4点，哦，也都跨庄性组织又出现了，吼。韩国国泰啊，又发现了，有6队的组织了，嗰说伊个社会结构，自然人、家族、村庄组织、聚落组织啦，哈，过来都跨庄性组织，嗰种区域性6队整个区域，你看，如果像我哋天后讲的，哦，伊个捐款名单都区域性组织的哦，好，如果发现了按年的历史的社会结构。嘿，真是咱的讲法来法，都变成讲，伊对算是早门那些从小的比赛地方，都真的都看清楚。这时间吼，真的对国人开始吼倾向的上飞，无倾向的算是俺的北宫飞吼，俺的那种上叫做祭祀点吼，然后最尾都。甲白庄的，每年嚟讲也係唔知甲莊嘅早門啊，都無礙嘅事情，可甲白莊嘅馬來天數，最尾都睇呢啲幾個6隊嘅，其他唔單止其他莊嘅，其他隊嘅喲，好馬來天數爭入嘅早門。可是幾時覺得佢看得出來講，伊對伊啲算是我哋咧階級分得幾清楚，同時幾時節應該人民嘛，算高唔會難咧吼。感覺伊個社會組織結構力量吼，流動吼非常好，像我哋。記得你啦吼，南面13種組隊啊，因為以前早期吼，大家人愛穿旗服，嚟講祝福哈，通強一啲嘢嚟正月15元宵啊，大家人要磨汗，搶阿 Q 咧，不管你搶吼，伊也磨汗，人哋也磨汗，那13種播種去協調啊，南豐村南面啊，正月初9哈，大鐵。姜狀，正月初10哈，也下了緊哈，正月11，以前還有咧殺公間吼，正月14呢，個15啊，牡丹堂長路也得用15，有16辦公的，他會把一樣的節氣吼錯開來目的用，大概有交流啊，今年人哋村莊鬧面，你來不來搶。同埋天數，我哋唱，公益你嘅村莊有鬧熱，不然透過姻親也好嘛，促進嘅互動關係啊，變得親活絡啦。可是對我哋嘅欣賞嘅上面地方，都提供我哋早期嘅6隊嘅生活地方吼，唔單止我哋嘅結親，就係他家人強下去協調，他家人強下去努力來完成嘅哦。休息一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嗰精彩內容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6隊組隊神秘嘅葉振榮葉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其實我哋6隊嘅一啲層次嘅問題。我想請問一下我哋葉先生，因為其實我哋對於我哋呢6隊人來講嘅話，我哋呢客家話用2次移民嘛，尤其是我哋聽我哋節目地播，過場去訪問到嘅暴力，希望同我哋觀眾朋友睇用說明下，其實暴力嘅發展，還有當初暴力團與父權嘅一啲觸權，伊哋嘅關係好冇？像也組隊，還是6隊其他隊，往也恆春半島也移民咧，2次移民啦吼，也係連牡丹社事件最開始都有嘅，哦，伊都來到也暴力，到也牡丹社事件之後，一直有清朝有所謂的開墾呀那個恆春半島，伊早期清朝有張其光總兵。往廿年恆春半島開山撫番開墾也恆春半島，當時有政策上有對大陸引進廿年開墾的
能力哈都要很存，但是天气哈市场无，大部分带过来的吼，拢是流放的，素质唔係幾好嘅吼，故所效果唔好。多兩嘢都用售價，加動嘅售價吼，都好伊騰嘢開山撫番吼，騰嘢李光副將吼樣嘢，如協助樣嘢招募樣嘢，綠隊體嘅客家男丁啊，去恆春開墾，去恆春開墾，因為當時都喺恆春也見咧昆定嘢吼，搭寮嘅。都垦丁的開墾南丁的迄個寮位，迄個寮位也體名以前叫做昆定寮啊，吼昆定寮後來那轉做昆定吼，故說也對啊體名的由來吼，也可以都對啊歷史都拉過來吼，即如1875年，遐年李鴻遐年開始有幫遐年恆春縣設縣的時節吼，招募呀客家迄個昆開墾吼所留下的歷史，故說除了安尼招募客家迄個開墾吼，個金錢呢、暴力呢，吼也有，吼甚至包括牡丹社事件，也當時8·11灣事件也有相當12年呀，冇本遐年高士活原住民獵人頭起來的吼，伊如因為當時楊有望，吼暴力的楊有望，伊都迄個因講反骨啦，吼反戈啊，都歡迎同原住民交易的中介商，吼中間商，如個了解啊呢原住民，伊用伊的牛羊豚呀，高士活原住民吼來交換。同也順意嘅活口冇不必使送回來呀鳳山縣城，當時家當社會據說有天數出錢，好俾你做下理會啊你啦，好也到歷史吼，地方上那小歷史有到位去眼嚟去發掘，好而且口述歷史的訪談變成一個。在大歷史地度就發展出地方學安尼，咱就講這種嘅像安尼嘅歷史吼，可以轉做本一般嘅安尼想要了解過去歷史嘅安尼嘅朋友吼，透過安尼文化體驗、文化角度來認識一下歷史。其實像我哋南下，伊唔單止講去開墾我哋咧恆春半島地方，同時嘛，睇嗰邊建立到算是，伊哋我常常講，伊哋係第七隊啦，係我哋對6隊上面學我哋講，伊產出去嘅我哋第七隊吼，但是你做同我先生講呀，像我哋咧楊先生，伊嘛喺我哋家當算是家當用武嘅伊哋，算是古董係咪？我哋用家當有咧。用楊氏宗祠啊，楊雲秀工廠啦，也都講到同埋回到啊，利用啊大工廠銅山珠嘅工廠哦，但是也工廠有30股啊，30股地都係內部嘅相用嘅，家當相用嘅，還有玻璃相用嘅，它可以都有30股哦，組織一個楊雲秀工廠啊，因為家當相用嘅內部嘅相用嘅。玻璃箱，他肯用來推做無共用咧，要推到銅山共同嘅一個祖先，到楊雲秀作為一個祭祀工業嘅開頭啊，好，你同埋講嘅利用工廠吼來組織吼，故說楊雲秀工廠吼，伊都見吼含繼續嚟運作，每年有4雙飛啊，玻璃咧相用嘅嚟4個吼。內部嘅相用嘅嚇，家當先嚇。如果你是上雙飛，也留下來真有價值嘅咧。以前以前咧，古上人哋推安尼6隊嚇，6隊嘅每一隊文化嘅路線嚇，佢都要去探討到科山咧、科海嘅，還有平陽咧，有每一隊啊。雖然講喺佢走量每年過來。但是伊睇下落地生根後，因為天地環境冇共用，周邊的族群也冇共用，一體在地化產生一個在地化的文化，
真有伊个差异性哦，吼，啊，佮说安尼愈同安尼佮丰富的伊文化差异吼。虽然拢喺客家哦，愈客家里头又有靠山的客家、靠海的客家、平原的客家，哦，来做一个文化差异的探索呀，哦，就迄个安尼六对伫拄的吼，也六个路线啊，好都有往按你的发展，按你落做比较，创造安尼的文化差异的乐趣啊，满足安尼爱好人文历史的人吼，伊求知于人见闻于。像你这个经验，因为上面是2024年嘛，咁像安尼来讲的话，有想过讲啊，八夜掉，你这个已经有行过吼，当然行过，我当然聊过嗰种，算是路线来讲内容，提变成一本书。有安尼计划经验都安尼喺招生的时节吼，有同也报名的喺简章里头，但是有参加2/3个行程啦吼，路线吼，安尼要邀请吼来参加安尼周五工作坊吼，透过 Google Meeting 还是大概来讨论，安尼来写一本。旅途屏东平原的12条文化路径旅途的书书安尼编辑下要变来讲，除了有文献历史的探索哈，安尼游客体验的回想哈，用安尼互动哈，变得有个参与感哈那有同一般的消费众哈，都在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会透过伊个走读后哈，伊写的伊个心得啦哈，纳入到安尼旅途屏东平原的12条文化路径的专书。系啊，每个人看的点我冇同样，每个人的想法我冇同样。嗰啲节目最慢啦，先生对未来有乜嘅期望冇？尤其係走读呀，六队的文化路径，迄个还好。其实我有啲想法，都已經喺籌備啦。一路六隊嘅文化路徑係咧，我哋同埋講六隊喺清朝時陣，我哋創作係咧呢上非啊，你非常好嘅呢價值嗬，留下來嘅文化價值嗬，安尼創造六隊可長保富足嘅客家社會啊度，哦，啲價值喺內，他跟住做到係有啲基本嘅認識咧，安尼想要盼你哋重走客家前台路，來對呀廣東呀嗬。對啊，以前嘅偷渡港到樟林港吼，對啊路線個上去每講韓江河吼，韓江嘅韓文公祠啦吼，到山上國王嘅林田山嘅吼嘅祖廟吼，這個上去到每周四吼同嘉義學院來交流座談，我哋有想到講，同樣都是客家吼，同文化同語言，但是吼，我哋不管太六個客家兵安尼六隊嘅客家，安尼都有共同遇到一個問題，都會遇到全球化全球化嘅衝擊啊，同安尼城鄉差距吼，變得像以農為社會體系嘅呢發展吼，遇到生態衝擊啊，安尼容易變咗講來他山之石嚟做交流交流。安尼學產官學吼來探討也文化資源喺台灣用傳統文化經濟創造地方嘅活絡嘅一個操作方法。個態度伊沒有安尼問題，安尼看態度到底伊用嚟操作，吼，用嘅某種嘅社會體制，吼，伊安尼什麼社會體制到底共用伊個客家族群，但是。用一睇無強嘅社會體制地主行，嚟做一個比較，係有個值得我哋學習嘅，學我哋咩可以學習起來。對用一個客家嘅主題，但是可能有兩片無強嘅發展嘅經驗，互相來交流。或者看今日節目，他個有發現到講，其實喺屏東一塊六隊嘅地方地方，唔單止我哋客家先民來到我哋台灣嘅世界，可以睇到世界有幾多故事，同時喺未來，我哋嘛可以用客家做成一個主題，同其他無強嘅族群去做交流。今日各位感謝我哋葉先生來向上分享很精彩嘅故事。多謝我哋主持人陶敏，還有
观众朋友，那有兴趣吼，对俺哋这边嘅访谈吼有兴趣，分享来到俺哋脸书吼6队愿景工作坊嘅粉丝专业，无如到俺本人叶正阳吼，也个脸书也看得到俺哋相关的讯息嘅报道。休息下喎，再聽下你先生來看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